后来，过来是台南麻豆发生着死亡车祸。透早5点外天光，54岁查囝骑着机车载85岁妈妈要去高雄做事，结果伫一个巷仔口，甲49岁驶修理车的女驾驶来相碰，骑乌多摆相载的查囝甲妈妈送病院抢救，救无倒来，亡生了。女驾驶无受伤，车祸的原因爱搁调查。 砰一声，唰咧看到车的零件四散飞，有个喷飞10外公尺远。为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会当看到一台乌车撞到乌多摆，乌多摆甲车倒在地，掉伫咧车骹。过无偌久，救护人员接到报案赶到位，看到穿乌袖连身底裙引起事故的查某驾驶当场跪落来，跪伫咧伤者边仔，一直祈求。因为扣笼坐伫咧乌多摆相载两个人，现场拢已经无开，落尾红送到病院抢救。车祸就发生伫咧今仔日透早5点外，台南麻豆新生北路的大路口。 一台乌色旅行车撞到一台乌多摆，和机车顶两人拢撞飞出去，当时在地。看到的民众讲，当时撞甲真假力。在里面听到撞击声音很大，他可能是撞到人，就是他刹不住嘛，就直接把人就一直拖到那边去啊。这台机车就是车的头前啊，安尼尔啦。 规路拢水糊糊啊！看到甲人弄的乌色旅行车倒边车头严重冒气，含万把嘛弄甲海去，落尾警察接到报案，赶到现场处理。双方驾驶人持照正常，自小客车驾驶酒测值为0，普通重机车驾驶及乘客均有佩戴安全帽。 根据警察初步了解，当时是骑车54岁新小姐载85岁妈妈，今仔透早要出去路口做事，骑车来到巷仔口要正外到新生北路时，和直行旅行车相撞，相载的母囝抢救了后，拢宣告重伤过身。该人弄的是49岁姓康的查某驾驶，无受伤。车祸发生的原因，警察会搁继续调查厘清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